国内的职业篮球爆出跋筊案情 ，SBL 球员吴桂英等人伫个鲁龙那这个队期间呢，涉嫌拍击球。这个警方经过着3个多月侦办，认定牵涉案件的球员有配合地下搅拌，故意让这分数出现变动，拍球的时阵出现失误等等，趁一寡不法得利超过2000万。今仔日侦查总计起诉10个人，包含着吴桂英、郭文和等10名球星，也有助理教练区继伟等人。另外，郭文和对案发了后是收押到单，今仔日法院是裁定继续收押。有没有觉得对不起球迷？柯明豪打出警比车，伊是前 SBL 球员柯文和，获得到年度 MVP， 因为牵涉进拿签赌案，案发了后收押到单，这个月初日，互一审法院裁定继续收押。有没有打假球？伊早是港队的队友，前球员吴桂英嘛牵涉这个案件。参加鲁龙立地节的时阵，涉嫌拍假球，去年10月互约谈。港队几名以早的球员陆续互逼出，拢有参与在内。检方侦办3个多月，初二侦查终结，对10个人提起公诉。这内面前球员50个，包括吴桂英、郭文和、屈中璞、李奇温、颜文祖，各有外籍球员班霸等人。设有刑法网络赌博、意图营利攻击赌博场所、诈欺取财及违反运动彩券发行条例等罪嫌。检方调查才知，前球员至少有10场比赛集体签赌，其中各有7场比赛涉嫌做卡手，包括无照教练指示的战术、乌白投篮、故意传球失误、超工罚球无入、运球出界、各出手的时机无合常理等方式来控制分数，满足地下赌盘。开出2分等分数最少来赢跋筊钱，甚至早伫去年年底的热身赛，就开始做伙签赌拍假球。这波起诉名单嘛包括球台前助理教练区继伟，检方查出伊涉嫌做地下签赌的组仔头，提供地图的管道，球员佫食了有刷税，另外找朋友协助，另外去跋筊网站地图，短半年的时间，就赚了非法钱超过2000万。就犯罪所得新台币2000万余元，申请法院宣告没收。检方唔但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犯罪所得，嘛对前球员王家宏发布通缉，因为传唤到单，伊拢无到案说明，认定伊已经走去秘记者综合报道。